當你想去精通一個全新而且複雜嘅領域嗰陣，你嘅直覺通常會叫你死記一啲獨立嘅事實、數據或者名詞。到咗今日，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軟件已經可以喺幾秒鐘之內幫你揾返晒，仲要將呢啲獨立嘅事實摘要好。不過，知道呢啲碎片化嘅資訊，並不代表你明白成個系統係點樣運作。如果你只係一味聚焦喺單一嘅數據上面，你就冇辦法預測到呢啲部分隨住時間會產生點樣嘅互動。真正嘅理解係需要你將目光由孤立單一資訊改變成分析呢啲資訊喺一個更大嘅網絡入面係點樣互相影響。喺20世紀中葉，生物學家路德維希、馮·貝塔朗菲 （Ludwig von Bertalanffy） 提出咗一般系統論 （General Systems Theory）。佢指出，任何一個系統，無論係經濟市場、生物有機體，定係企業組織，都冇辦法單靠抽出嚟睇佢哋嘅單一組成部分去理解。相反，你必須要分析呢啲組成部分之間嘅關係、流動同埋結構上嘅互動。當你改變咗系統嘅其中一個部分，成個網絡入面其他部分嘅表現都會跟住改變。系統思維 （Systems Thinking） 就係一種有意識嘅練習，透過將呢啲關係描繪出嚟，去理解成個大局嘅行為模式。環境科學家多內拉、梅多斯 （Donella Meadows） 透過研究反饋回路 （feedback loops） 同槓桿點 （leverage points），進一步擴展咗呢個領域。當一個行動嘅輸出結果改變咗下一次輸入落同一個行動嘅數值嗰陣，反饋回路就會產生。平衡反饋回路 （balancing feedback loops） 可以令系統維持穩定，而增強反饋回路 （reinforcing feedback loops） 就會導致指數級嘅增長或者衰退。梅多斯指出，喺任何複雜嘅結構入面，都存在一啲特定嘅區域，叫做槓桿點。一個槓桿點就係系統入面嘅某個位置，只要喺呢度做出微小嘅結構改變，就可以令成個網絡產生巨大而且永久嘅變化。揾出呢啲點，可以令你解決到根深蒂固嘅根本問題，而唔係淨係處理眼前嘅表面症狀。呢個正正就係人類智能對比自動化軟件嘅核心優勢。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好擅長處理海量嘅局部數據，並喺指定嘅文字或程式碼庫入面揾出統計學上嘅關聯。不過，演算法只能夠喺佢哋受訓數據嘅特定限制之內運作。佢哋唔會主動去評估系統性嘅反饋回路，亦唔會預測到超出佢哋當前參數之外跨領域嘅非預期後果。雖然 AI 可以將流程中嘅單一個步驟做到最優化，但係一個具備系統思維嘅人類卻可以分析到呢個優化舉動會點樣改變成個組織網絡嘅運作。喺現代世界，要精通複雜嘅課題，你必須停止嘗試喺死記硬背原始數據呢方面同軟件競爭。相反，你要練習去辨識結構性嘅規律。當你研究一間新公司、一個科學主題或者一個社會議題嗰陣，試下問自己3個特定嘅問題：核心嘅組成部分係啲咩？佢哋之間係點樣溝通嘅？而呢啲溝通喺邊度會出現延遲？如果你覺得呢種系統化嘅學習方法有用，請點讚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你依家喺工作或者學業上正努力去理解邊一個複雜嘅系統。複雜並唔係一啲需要逃避或者驚慌嘅事，它正正係一個俾你發揮獨特優勢嘅舞台，令你宏觀嘅戰略系統思維成為你最強大嘅認知能力。描繪好呢個網絡，揾出槓桿點，然後去導航呢個過程。